屏东的小琉球举办着赢王祭的祭典，日头早，这绕境的队伍是为大寮角出发，信众是烧钱软轿脚来求平安。一路上家家户户拢伫这个香案道来迎接着王爷，各有卖酒的住户准备各种的美食，互绕境的人员来补体力。人头队伍软过大街小巷，沿路信徒看到威风凛凛的神轿来虔诚拜拜，嘛放炮赶紧接。3年一摆，屏东小琉球赢王祭今仔日活动进入到第2天，分装队伍下晡7点为大寮角出发束缚，这嘛是赢王活动内底顺寿出巡第1天，民众唱咧软轿脚，希望当保庇大家平安。沿路家家户户拿菜香炉迎接王爷，佮家己啉钱，准备饮料、面包、四手花，佮麻糍、饭饭等等，真侪项美食要互民众人员保持快乐。明年几若公笑，如果选天的民众队伍，嘛互小琉球热烈支持。这场却列作是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的67天。小琉球赢王活动会办到9号圆满结束，预计会成上万人共同参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